啊，继续要来看是这个中华职棒乐天桃园队啦啦队的队员，甲艺人李毅到这个森林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来参访。中心的负责人带因来体验到自制的牛屎的芬芳，佮请因来享用到用牛屎来控油的烘番薯甲德公仔饭，希望让这群少年人了解传统的水牛犁田的文化。 李毅和中华职业棒球队乐天桃园队的加油队成员来到森林土库的水库安养中心，体验照顾退休的水库，嘛亲身做牛屎粉，互因留下特别回忆。在都市或其他地方是绝对看不到，尤其在都市，你根本就很难看到牛。伫少年仔来到水库安养中心，负责人林家良讲是真欢喜，嘛希望能透过这个体验，互因当更熟悉过去牛犁田的文化，让他们来体验说早期耕牛，还有让他们来捡牛粪，还有用牛粪来制作牛粪熏香。这水库安养中心拢总有3只水库，民众若是有兴趣，欢迎来到土库和水库交流，同时熟悉因对农业的贡献。 Hello， 我是林纯佩。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